有地名编舞嘅林丽娟创办嘅舞嘅舞蹈劇場，用簡單突貼嘅具體動作來表達人深層嘅情感。其中有一次新竹關係嘅蔡必柱係舞團嘅總排練長，副總排練長陳啟文也係做俾嚟下個字體。佢哋團嘅舞者從基本功開始練，來傳達舞蹈唔單淨係具體嘅人生，還係跳出生命經驗。舞蹈團19到20月為咗國家戲劇展帶來到世界各地選擇5年嘅作品館，用反向大自然做主題，強下來談土地野生。拍條嘅油藝下葉用手做出過簡單嘅動作來帶動眼神嘅絢麗線條，天燈裝訂新娘衫，愛準備同樣鋪嘅婚禮。用甲裝崗儀式同語言故事嘅講嘅係代替靈魂嘅鼓。按到舞者做訂描述同做過有路線嘅編織衫褲，看起來天天嘅動作有點見技術無停頓嘅練。刺繡啊，在編織的時候，他們有非常多的情感，不管是要織給自己穿的啊，或是給自己的家族的，然後這些情感都會，在這個作品裡面變成我們表演者的一部分。人跟物同樣的重要。按東南舞者對調整跳戲開始原生，唱起鼓下戲就用嘅技藝擺譜爭鼓好勢，一條基本功都會愛訓練一條跳舞嘅人，開發眼神還蠻表現出來嘅能力。行開間亂嘈嘈嘅野心，不用比聽，怎會專心來聽眼神，會同自家講嘅話來跳。我一直都是講，啲咧練到愛心，練到愛心原本讓前下來對我一個有乜嚟講話，對身體有乜去講話，然後你身體要出嘛問題，你要動讓前來燙機講。表演前，按到舞者跟陶器做順時變好勢，打造出演自家掌有嘅劇場美好空間。行外數肯定數念心經來戲服，會同表演場所行過陶器對話。每希望觀眾聽得舞蹈每隻阿慢嘅腳步動作並錄像，來講述舞蹈背後按久按豐富嘅能量。下個新聞，潘建雄、陳欣怡特別報道。